来，这我来不用。来。白听阮的上帝，阮欢欢喜喜、快快乐乐来甲你感谢，因为你用你的恩典降伫阮的内面，保守阮去若甲你三个地界呢，都会通去主你的祝福。所以主阮用欢喜甲感谢的心来甲你学乐，也愿主你用你的话来祝福，伫今仔日来到伫你的面前，听见你奉圣的名。甲你三甲地地的主愿你一个一个甲阮三甲地地，特别恳求你，通个会通领受早起所要做工的，毋茫毋然会通将你的话点伫阮大家内面，也愿上帝的话来祝福阮每一个人。主，阮感谢你，当你罗布之时，佫一摆恭敬将你来奖祝。这兄弟姊妹，因早起伫遮所要做的工，主求你一个一个甲伊施给，保守因，祝福因，互因安安稳稳伫你的面前，也互上帝的听，祝福伫每一个人的内面。我自将这代志交托你，愿你对头因带甲祝福，安尼感恩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名。阿门。等下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即时要开始今早起的礼拜，咱就即时就咱请咱先默祷。就用感谢入伊的门，用俄勒入伊的院，就感谢伊俄勒伊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到永远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这是咱咧三甲来俄勒，请咱兄弟姊妹咱一同来起立来俄勒。咱要吟第一首圣诗第133首，信徒就来吟诗。咱吟台语2节，华语2节。信徒就来吟诗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基督做王的你，哈利路
亚，阿门。大家当心当下，做正阿罗尊名，主恩典着称谢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咱心着仰望主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阿罗亲像芳香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做最至好朋友，因带牵咱的手，主听叹教研究，哈利路亚。华语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基督掌权作王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大家同声齐献，称颂施恩座前，他慈爱到永远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众心向主仰望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赞美上大穹苍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他是最好朋友，引导牵我双手，他慈爱到永久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第二首，第二首仁爱是够宽容，各有慈悲，圣诗第522首。咱唱台语一届，唱华语一届。仁爱是够宽容，各有慈悲，仁爱袂嫉妒，仁爱袂夸口，袂骄傲，袂做见笑的事，袂求家己的利益，也袂快受气，袂为着人的歹扣分，袂爱不义，只有欢喜真理。凡事吞忍，凡事相信，凡事望。凡事吞忍，凡事着吞忍，真爱永为华语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求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家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
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凡事要忍耐。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家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凡事要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这是请咱有缘徛伫，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使徒圣经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者，咱的主，一位圣子后代，为传主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庇拉多人来受苦，顶世界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，就天打第二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。伊要对我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堂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给我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是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。创造宇宙万物的主，听阮的阿爸爸。感谢你的恩典，互阮来到你的殿院，享受你赏赐的安息。阮将阮的重担、困难、忧伤、软弱，拢带来主的面前，同心敬拜，掠主最欢喜，求主甘纳。愿阮的学乐甲敬拜，成做主临在的宝座。主啊，阮为着教会团契聚会。社区班的恢复，小组的聚会，求主祝福所有参与的人，也祝福服侍的同工甲兄弟姊妹，也祝福这个聚会无受到疫情的攻击，互受你竞选要得救的朋友通认捌你。阮继续为着阮教会会友的家族，也阁有还未受洗的成员祈祷。求主引带，也为着侪侪的兄弟身躯的病痛、经济甲工作的困难，恳求主照你美好的旨意来医治甲解决。阮也为着即块土地求主你的灵运行伫各行各业，互社会通照主的业理来运行。虽然真济的人民也未认捌你，恳求你也光照因的心，互压迫、欺骗、假消息、甲不法的事得到规正，也帮助属伫你的囝儿，通活出你的话语来归荣耀伫你。今早起，搁一摆感谢你，祝福引带蔡长老。要照着伊来投放你的启示，恳求圣神感动，互阮照着讲台的信息，重新体会你的心意，领受快乐。感谢主，这是阮的祈祷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下面要请圣歌队为咱来学乐，伊的今日的要唱是《拯救三》。我的心，我的兄弟。
看迄你拢无甲阮拍电波啊。感谢献歌对因美好的歌声的娱乐吼。咱即时要来恭守上帝话，咱今仔日的圣经节伫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5节。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5节，由我来念。若是改变的宗旨是仁爱，即个仁爱是对清气的心，甲无通责备的良心，甲无假的信生出。下面正道，咱请蔡长老为咱正道，伊的题目是改变的宗旨。咱是来祈祷，麻烦主，我真感谢你。虽然伫疫情中间，让阮已经发觉这疫情愈来愈轻，每一个人的心愈来愈安稳，社会开始恢复伫运作。所以你的公义，干在阮的中间，你的疼是落伫阮的顶悬。我们每一个人清洁阮的心，摒开阮的内底，相信交阮三角同在，有听的、讲的，得到上帝的祝福，安尼祈祷。我只要所记的性命来求，阿门。另外，这平安。照惯例吼，甲厝物件平安，用心哈，用心的，用心甲厝物件平安，出于你心，出于心甲厝物件平安。今日咱讲个题目吼，但你个听几啊遍啦？那么定定带信用各位时阵，就讲最大的改变是啥物？你要一心一年跳出你的上帝，第二个3次就跳出要信用家己哦，咱足够背。总之听，要啷开始？最近吼，咧奥密克戎的代志吼，那时候发觉真趣味。迄疫情吼，迄着第二遍的。最近阮一个议员吼，着第二遍，其实有人我知影足侪人着第二遍，咱怎拢无爱讲啊？因为第二遍闹哄哄，我家就无感觉啊。啊，阮反正上班就家己落去地下室啦，去你教伊的办公室啦，总改到办公室啦，去落去安尼尔。因为我加一日闹哄哄啊，就过啊。啊，佫一个吼，但一个较趣味，吼，四界去问，讲我对啊吼，啊你有叫我做伙的人，你啥物人有对啊？你去问。啊，结果问一步，计等于讲，我敢若无丢呢，我拢好好啊呢。咱讲袂使，你已经家己快筛2条线啊，爱隔离啊，当作无来上班。咱内面嘛几下，咱已经几下家族丢啊吼，都免紧张哈，免紧张。真正已经奥密克戎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宣布讲已经解除啊。啊是咱台湾序列较好，所以讲咱电脑较慢解读吼。总是感谢主啦，因为咱台湾受了这2冬，互咱会当台湾的经济好好直接发展。这方是感谢主。咱今日看赞美，吼，你赞美感觉足趣味的无？吼，安尼伫面床顶啊摇咧吼。我会记23定的911的时阵，半暝1点，到点外吼，开始摇。阮太太讲哦，遮大呢，我袂哪点要就停去摇，迄边摇了够久。摇袂停，佮刷来佮心。我讲啊，这才心落海啊！伊这摇啊，佮苗记咱佮心落吼，啊，都即声就废去啊。阮小弟对美国敲电话来时阵，就讲外国 CNN 的报道，台湾偌恐怖，哇，真正真恐怖。啊，这边我嘛感觉可能足紧张的哦，吼，因为台北摇安尼啊，随开电视看卖呢，电视咧气象报告，或者倒边个都是因公布出来，台东6.3级。啊，台北吼好佳在上尾啊，遐2级，好2级，阮太太足紧张的啊。啊，阮后生随铺阮兜的电火安尼，有4级啦，台南4级啊，都一直摇。你到台东你也看，迄个干仔店的，遐个超市的物件拢总落落来啊。感谢主吼，即个虽然有影响，总是无人受伤。哦，我咧想救是6.3级真大呢。讲个车段啊，6.3级哦，我无可能飞出去啊吼。总是6.3级足大诶，这感谢主。咱台湾吼，即阵那说3个台风来啊，因为经过台湾台风就弯掉了吼。好佳才有水啊，但是弯掉到日本讲起来足无公平，讲啊，我到恁台湾边啊，恁拢弯给我们。台湾吼是上帝祝福的所在呢，福寿呢，咱来感谢诶。当然咱毋通讲啊，别人毋好，咱用毋好无去办啊。我希望大家拢足好。咱希望大家好，今日咱背圣经节，第一个金句嘛，改变的宗旨是啥？是仁爱啊！仁爱是对啥物？清气的心、无通责备的良心、甲无假的心所发出来。所以命令的总纲是什么？就是爱嘛。这爱是从什么？清洁的心、无愧的良心跟无为的信心所产生出来的。
秘的总和就是爱。咱咧讲，耶稣给恁一个新的改变，咱咧背中间，咱有将这字刻印伫咱的心肝头无？咱咧讲疼，类似甲咱讲疼，分做4种的疼：朋友的疼，男女之间的疼，亲情的疼。迄个亲情的疼，就敢若阿家伯疼。亲情的疼，就我会感觉讲，咱起来到这个所在，当然真侪人因为确诊爱用视讯，咱会当体谅。总是你甲想看觅，你个做头爸老母的人，像阮迄只高山已经搬出去啊！我但是看到迄个影片，一边拄好咧开会，啊，我来高山啊，团讲阿公，我好想你。我迄句我无注意放出来哦，好规内底笑啊，逐个都笑啊，叽家叫。迄大拢已经做阿公阿嬷的吼，我听着安尼，孙啊讲阿公我爱你哦，迄声安尼，感觉规拢转手语安尼啦，拢软伊安尼。你个想上帝今日看到恁来坐咧，我看着讲啊，我后生查某囝，迄偌好呢？你有当时想讲侬足无用的，爸爸打电话要倒来食饭无？哎哟，我无用啦，我爱加班啦。啊！你过年要倒来无？哎呦，即边过年足远的好，我车足塌的好，我无爱啦。老爸老母会想你呢？恁两个拢是福气的人诶，甲边仔讲你是福气的人咧。你是福气的人咧，你来到上帝家杀到最好诶。是要第一批、第二集咱都讲，是要刚开始就甲咱讲诶。只有喜爱、欢喜耶和华律法咧，喜爱耶和华的律法。每日思想他的，每日三昼夜为故，每日思想他话语的，这人变为有福诶。这人是福气的人诶，但是思想主的为故，但是加三甲做伙诶。这人的听的中间，咱看过听有啥？有朋友的听啦，有亲情的听啦，有迄个男女之间的听。尤其男女之间的听，咱感觉这爱情足水诶。哦，迄个爱情，互咱会感觉足憧憬诶。能够青春是打开了就合不上的书本。你有发觉无？我毋知你捌少年过无？我捌少年过，我捌恋爱过。吼，迄阵迄足甜蜜的呢。迄阵暗时来倒咧，就去想着阮女朋友。阮女朋友上年拢知，伊讲叫我袂使去讲伊啊。吼，对。都反正不管是啦，就两个大门啊补济咧，安尼嘛感觉真欢喜啦，拢无讲着话。我们人生是打开了就回不了头的路啊！所以不能先甲人讲噻，咱亲像一杯戏啊。你做世间人加题材框框，我们现在一出戏一棚戏，要给天使跟世人观看，而且那个票是什么？没有彩排哦，一票到底。人生没有后悔药哎，肠胃后悔吃灵药，就是担心越心，没有后悔药哎，所以我们要把握。你说，哎呀，我早知道就这样，早知道就怎么样？早知道你已经70岁了，早知道。所以我一直很感谢。我从大一的时候就吉安的阿姑就找我出来做，我们两个就一直在做传道的工作。我觉得这一辈子里面呢，真的是40-50年来，真的很感谢，一直在跟上帝结合，一直在寻找。当然有没有到完全没有，还是做不到，还是缺点很多。但很感谢主，让我们一直跟主连结。爱情，人出去就收不回来的赌注。结婚你就干哦，你就爱对方，想尽办法去爱对方，否则你不要说结婚了以后，我先结婚看看，这个不好，我另外再考虑离婚，我再另外再结个婚，看看你一辈子都有人再结婚。我们永远你要结婚，你就永远去爱对方。我们所以看到的，你们看到的泪水中浸泡过来的微笑最灿烂。所以上帝告诉我们，你们有患难。患难，让我们在患难之中结出那个灿烂的花朵。在患难之中，你才会体会到上帝的爱。你永远一辈子这样顺顺利利的，你觉得这真的是上帝的爱吗？你会觉得很空虚耶。你一辈子赚了很多的钱，每天在那边应酬，你觉得很好吗？很空虚耶。所以迷惘中走出了灵魂最清醒。你有迷失过，认罪悔改。那是最美丽的一件事情，所以信念不在他生活的地方，是在他所爱的地方。像主耶稣爱我们，主耶稣可以居高位，可他就是爱我们。
就像我不喜欢应酬，可是我就很喜欢跟你们在一起。你们喜欢不喜欢跟我在一起？哎呦，你们也让我有点自尊感，好不好？不要让我自卑心这么重。你喜欢不喜欢跟我在一起呀？你喜欢大家在一起呀？我们都是兄弟姐妹，我们都喜欢的。这不叫爱？神的爱。每次我想到神的爱，我就想到一件事情。我那时候小时候，那特别要去上课，每次要去上课的时候，我妈妈就会抱在我胸前，跟我哥哥2个人，就用背诗篇23首，有时候是主导文。什么叫上帝的爱？诗篇23篇大家都很熟，我们用华语来念一次，你们一边念一边想，什么就是神的爱？来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灾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，在我敌人的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我且安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你不发现神的爱就这样流入你的心吗？那第一个一遍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也无欠亏。我倒伫青翠草坡，带我伫安静的水边，让我的灵魂精英，为着伊的名，带我行伊的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也不惊灾害，因为你同在，你的腿，你的拐杖。伫我对迄个面前，你甲我摆设筵席，你的油头壳，我的杯满出来，稳定甲自卑，的确对我到一世人，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。神的爱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，神的爱就在这里彰显。上帝听直接彰显出来啦！你会遇到患难未？会遇到苦难未？哎呀，上帝替你担当这苦难，伊伫你对你的面前，伊甲你安怎摆设宴席呢？替你摆设宴席耶！你的仇敌在攻击你，但是要替你摆设宴席，让你躺卧在青草地上。有时候我心情真的是今天遇到很困难的事情，遇到很大的挫折，可是有时候躺在床上一想，跟上帝祷告的时候，我还是有时候会感谢到眼泪掉出来。因为他让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这是神的爱。所以诫命的宗旨，命令的总归啊，命令的总归，诫命的总纪，就是什么？一个字嘛，爱。那第一公斤来就是爱。我们不是舍弃律法，爱是什么？是成全律法，是宣传这律法的。有一个律法师，法利赛派律法师，伊感觉讲圣经伊足饱，伊就挑着要去试探耶稣，要考验耶稣啊。就问他说：“诫命最大的是什么？”他想说，这个耶稣大概答不出来那么多条啊，他们已经弄到496条了，一定讲不出是什么。耶稣很简单，就跟他讲说：“你要继续爱主你的上帝啊。第二个也一样啊，爱邻舍如自己，你爱尽心尽力听主你的上帝，第二个小工啊，听主要亲像家己啊。这专属说所谓总棍头啊，是总纲啊。”所有的诫命、所有的律法里面在讲的就是一个上帝的爱，这就是最大的奥秘。犹太人不解、不了解，他认为说遵守律法，一条一条遵守律法，他不晓得这些律法就为了爱而存在，为了主耶稣而存在。为什么为主耶稣存在？主耶稣基督就是爱嘛。上帝将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他就一个最大的爱。所以我们说圣灵在那个加拉太书第5章22节告诉我们，圣灵有结了9个颗果子，对不对？第一个是什么？就是仁爱呀。你有忍耐，你自然就会喜乐，你会喜乐，你就会得到和平，你就会忍耐。这一列下来，你就会发觉到最后你会节制自己呀。这就是爱呀。而且我们的总纲，所有的总纲里面，我们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天天耶稣基督的信和他的爱。那这个在圣经里面会跟我们成就这些爱，
爱我们讲的太多了，但是就是有3个步骤。你首先呢，你有信心呢，你要相信上帝对你的爱是永远不存在的。有当时在祈祷的时阵，上帝啥都无听我讲，上帝啊，我替你在困求，你有信心嘛？这个信心会产出你啥？那个疼，那个爱心呐、我特别看到进行技术出来，那个阿文姐吼，就干嘛讲？那个就是爱。那个爱是什么？不是年轻男女那种啊，两个人都是光鲜亮丽在一起，那叫做爱。爱就是说不离不弃，那个才是真的爱。永远2个厮守，你困苦，你生病，我就扶持着你。迄个真正爱听啊，真正听不是空嘴保指啊，讲我听你，我听你，啊，然后开始嫉妒你。真正在讲，我可以替你牺牲，你高兴，我替你高兴。所以先跟人讲啊，行欢喜的人三角欢喜啊，行哀哭的人三角悲伤啊。上重要是安怎？迄是一个愿望啊。3个步骤，咱常常讲平安吼，啊叫稳定。什么叫做平安？叫稳定？平安是对稳定来的。有稳定，你才有平安呐、平安是稳定的结果，平安的源头是伫稳定。稳定对来，对上帝来啊！上帝用什么互你稳定？所想所事啊，所祈祷互咱，所以前咱的做，迄上大的稳定啊！所以爱从哪里来？听对来啊！听，那是改变宗旨是听，咱都有讲过嘛。听对来，从哪里来？从清气的心，无通责备的良心，无假信。从什么？从你们清洁的心、无愧的良心，还有什么？无为的信心。要对这3项来，这3个时阵，咱来深刻了解，咱有清气的心，咱要有无亏欠的良心，没有可责备的良心。我们要有什么？无为的信心，没有虚假的信心，模糊假信心嘛。这是天源头啊！什么叫做对清气的心？是免跟人讲啥？上帝啊，求你我创造清气的心，我的心里面有换心正直的心呐、啊。我们的心呢，要算是我们清洁的心。你说我的心很清洁了，说到心很清洁哈，礼拜5，我突然吃完中饭以后啊，我突然站起来，觉得说，这头突然晕眩的感觉，那种脚发软呐、撑着，觉得奇怪，怪怪的，那头重脚轻，然后就赶快去浴室里面说先刷个牙躺一下啊，连刷牙都不行，就赶快躺到床上去，想说躺了1个小时，1个多小时，稍微好一点，起来又觉得怪怪的。我怕什么？我怕跟我妈妈一样中风我如果现在心猝死的话，我觉得感谢上帝就走了嘛。中风了15年了，我每次想到我妈妈，我才很怕，所以我就叫司机赶快到医院去，让我秘书赶快打电话到那边。我好紧张，开始一直检查。但有一件事情其实我到医院已经好一半，因为有听到医生讲话好一半。于是那个主任就匆匆忙忙跑出来，在等我。我就因为提早3分钟到，所以先进去里面，急诊室里面就坐在椅子上。医生匆匆忙忙跑了，把我看了一眼。等一下又有一个年轻律师又跑过去又看了我一眼，这样2个跑了2、3次。之后我秘书长就说那个主任说再找不到你。我说没有啊，我在医院很久了啊。等一下那个主任又跑过来，请问你是某某某？我说是。然后那我再挂，他突然在旁边跟我问一句：“我以为蔡崇义委员是很老了。”我听到我心里好高兴我说听到这一句话我现在已经好一半了。他们因为现在电视还是报纸里面看到蔡崇义委员，所以他的想象中蔡崇义委员应该很老。我突然感觉到我心里好高兴的感觉。他找不到我是因为他一直在想象中是一个老头子。我应该也是个老头子了虽然没有像林牧师那么英俊但相对的，心理上就很高兴。但是什么？那个心会怕。所以我以前跟他们说要安排自费的，因为这种自费检查要自费去检查，要2万多块钱去自费检查，看整个心有没有阻塞到什么地步。我还是会怕。为什么？中风的话，因为我在西安教会看到我们研造的非常热心，可能他中风以后他每天哭
一个大男人每天哭啊，我不怕死，就像保罗先生讲的，其实保罗先生很喜欢跟上帝在一起，可是他在世上有很多的使命，所以我们就说，上礼拜我们说不要上礼拜我们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那我去继续歌嘛哈。我呼求圣洁，圣洁，圣洁，我求主。咱呼求圣洁啊！咱来呼求圣神来时阵吼，呼求来圣洁，做咧今仔日用甲告诉咱讲，恁亲近上帝，上帝都要亲近你啊！伊甲恁讲啊，有罪人啊，爱洁净你的手啊，心怀恶意。我到底来做礼拜好？我到底来聚会好？好，也是安尼我都检，我咧卖面就检讨几啊碗。你去想看卖咧，你找亲近上帝的时阵，你不要心怀恶意啊！你要大声求伊的国家伊的义啊，上帝就会赐福你啊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，上帝就会赐福给你。我今天用我自己的见证，我当初在中兴教会，谁知道我在考司法官？那不是最难考的事吗？我在中兴教会的时候，大概那个应该几年，差不多40年前了嘛，哈，30几年前。那时候我们是从早带2个，我们家那2个就在这里，门在那里。我们每天啊，主日学也是我们，青年团契也是我们，圣歌队也是我们，什么都是我们。反正一个人兼好几差啊，反正谁知道你去考试？所以我们只求上帝说，上帝，我实在是没时间，但是我不能不努力呀、所以我每次都念书念到1、2点、2、3点。可是我希望上帝给我所念的书都记在我的脑海，这感谢主。我发现到那个时代的那个时候记忆力非常清楚看什么就记下什么啊，终于也很幸运就考上了，而且考上也名次也算不低啦，所以就直接派台北，因为前面没有人。但是我们一直很感谢什么？一直感谢主啊！其实我一直觉得我头脑不好，我爸爸从来没有觉得我头脑好。我大脑孔骨力小时候脑膜炎了，到现在我就觉得已经老年痴呆了。但是我觉得上帝就是会赐福你，因为我一直跟上帝讲说，上帝，我会服侍你，但是我还是会认真努力念书。但求你开我的脑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嘛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在你就真的能够体会到，你敬畏耶和华那是智慧的开端。所以你牵着的心从那些孤儿寡妇啊，从孤儿寡妇啊，我为什么一直提恩友教会？因为其实我真的有机会的话，我真的想去恩友教会，他们在那边传道，因为那个地方没有人会跟你抢，也没有人会赶你走，因为那个地方只有付出而没有收入。那真的是孤儿寡妇，那怎么样的人？那千金的人有福气了，清气心肝了，无去，因为啦，因为看见上帝啊。什么叫清心的人？上个礼拜我不是讲一个故事吗？说一个富家的女儿，她一天到晚喜欢逛百货买名牌，结果她就去到教会，跟这些贵妇们去到教会之后，她慢慢在改变。她现在发现她在改变，甚至会做菜。这个讲我在跟你做去教会不？我现在那是上半部，我在想下半部，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项目里面那个先生啊，突然就跟他讲说：“那我就跟你一起做礼拜，礼拜完之后，他们这个教会是礼拜完就爱餐哦。现在我们爱餐没办法爱餐了，他们就在那边爱餐，爱餐完以后就分组啊，在探讨圣经啊，讨论圣经，有的造就福音小组等等的，到大概2点他们才结束。所以他们教会非常的和蔼，而且越来越大，人越来越多。他先生。”他本来以为他先生做完礼拜以后就会跟他讲说回家了，他先生说：“哦，吃饭哦，好啊。”他先生本来对吃饭就不挑剔嘛，伊家都会吃饭吃饱的时阵吼，开始人讲要小组，因太甲看者，因就讲好啊，参加啊。虽然他现在什么都不懂，可是他就参加小组，就在那边静静听。参加完小组2天啊，他先生第一次开口，他这从结婚来，因为他先生一直对他太太觉得说去买名牌他很不满，可是他现在从来没有去逛百货公司。结婚以来第一次跟他讲说：“嘿，我带你去逛百货公司好吗？”他太太一听到，他就笑一笑说：“你不是不喜欢逛百货公司？”说：“没关系，我现在陪你去。”他说：“轮到我不喜欢逛百货公司了，那我们就干脆去全联买一些菜，晚上我们2个自己煮了，就在那边吃。”他先说：“好啊。”你要去全联就买了一堆菜。
然后之后他太太就要去洗菜，他先说不要急了，不要急了，那我们先坐下来听一些诗歌。今天教会唱的诗歌，你用 YouTube 给我听听看。我今天去到你们教会，我觉得那个教会唱的诗歌都蛮好听的。两个就在那边听诗歌，就在那边两个开始拿着圣经，就在那边今天耶稣讲的，牧师讲的是这一段，两个就在那边一边听诗歌，两个就静静安静在那边。就听到叮咚，叮咚，有人来了，一开，爸爸妈妈，他的岳父跟岳母来了。他岳母进来第一句话：“小丽呀，Hermes 给我出一类新款的包包啦，都一直打电话给你，你在忙什么？都一直找不到你呀。我们去买新款的包包。”妈妈，然后看到小丽说：“你那些名牌的衣服嘞？”小丽说：“这在家里就随便穿个体育服装就很舒服了。”他妈妈一直看到他的女儿。他的女儿不是这样的，他的女儿每次只要 Prada 啦，只要 Hermes， 只要 Gucci 的一个新牌的新的款项出来，他女儿一定急着拉着他妈妈去买，反正拉着妈妈去买，妈妈会付钱。结果他发现他女儿已经1个月了没有打电话吵他要去买名牌，所以他岳父跟岳母说：“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？”两个来看他，就发现了没有，他们两个夫妻在那边听歌、听圣诗、听诗歌，那两个就在那边聊天。他愣了一下。他本来一直看不起这个女婿，那女婿不进入他公司，当个死公务员。可他突然看着他们两个看他爸爸妈妈好高兴啊！他说：“你要做什么？你要不要去逛百货公司？Hermes刚有名牌出来，新的品牌出来。”他就想想：“妈妈，我现在不太喜欢逛百货公司呢。妈妈，你要买，你去买好了。我不喜欢。”他妈妈看着他，跟他先生看了一下，他们两个说：“那我们也不要去买。”他现在一听说：“爸爸妈妈，晚上留下来吃饭好吗？”我请你们去大饭店。不要，我们刚才有去全联买很多东西，小丽做菜给你们吃。小丽会做菜，我的女儿从出生到现在，我还没吃过她一顿饭。小丽真的会做菜，说：“妈妈，我真的会做菜了，可能不好吃，但是我是会做菜。”他的爸爸一直跟我说：“好，我吃我女儿做的菜。”那天晚上，他的爸爸讲了一句跟他先生一样的话：“你是去哪一间教会啊？我后礼拜跟你做一起好不好？”然后他爸爸妈妈到教会去，每天逛街应酬的生活。真的比不上那种清心的人有福气。你是来拼清气，免追求世上这荣华富贵嘛，清清气气、安安静静过你的日子嘛。爱对来，对无亏穷的良心，无亏的良心嘛。什么叫无亏的良心？也就是说，我们要跟上帝和好，用上帝的心做我们的心，遵照上帝的旨意行，那就是无亏欠。我们要对得起上帝，我们所做的，我们就能够去分辨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不好的。我们不应该做的，我们就不要去做。这是无亏欠的良心呐。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在世上所做的一切，我们不要亏到自己。我说良心呢，这个应该是去卖港淘汰，叫做良心。无亏欠良心，跟上帝结合在一起，叫上帝三角智慧，看上帝所行，看耶稣基督所行，那就是无亏欠的良心啦。所以叫咱伫每一件事去用诽谤的时阵，来给你蹦动啊！我最近接到，我感觉这可能人家设计的，或者现在我说我要帮你，你有一些负面新闻，我们可以帮你澄清。你要需要的话，就打这个电话给我们。我觉得我就笑一笑，我说负面新闻对我来讲我们基督徒不会自己申辩，你负面新闻你就尽量看吧，结果就没有了。我都觉得说。反正所有的诽谤在上帝面前都会得到澄清，纵然没有得到澄清，有一天到上帝的审判，我们可以交账就好啊。这就违良心啊！要安怎带当这迄个无假良心呢？咱所看的是安怎？上帝跟咱讲，因为主要所祈祷的保护，会当互你得到到至圣所。咱本来是要当到至圣所礼拜，通过祭司，通过大祭司，他去献祭呢，他就直接得到至圣所。得到十字架面前，向上帝三个敬拜，这上帝给咱福气的，咱来把的。这个把是安怎？通过主所基督的保护，咱才真正当得到啥？
迄个无通责备，无亏欠，无可责备，没有亏欠的良心的。借了什么？主耶稣的宝血。我们都得到洗净了，主耶稣的宝血让我们得到无亏欠的良心。最后一个，我们要从无假的信。这个信从哪里来？信从上帝而来。你要相信上帝，上帝就会给你。你要相信上帝，因为所有的信是从上帝而来。我们说，因为听见基督的信心的爱心，我们说信望爱，其中最大的是什么？就是爱嘛。你要相信，你有爱之后就有盼望，所以那个中间的是什么？就是爱。你要这个爱是基督耶稣的爱，跟圣灵给你的爱，这个爱是很重要的，在你的日常生活上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查考哥罗西书第1章第4节，就告诉我们什么？上帝是那首生的啊，这就是上帝的本身呐。因为我们圣经要把它用父子去形容，是因为让我们比较快当了解。其实主要说，佢就是上帝本体啊。上帝本体是上帝形象的，上帝本身落到这个世间人，伊是本身不是受创造的啊，伊是代替生的啊，自然早伫地，即阵伫地，将来啊，永远伫地，昔在、今在、永久在的上帝。最初就是上帝，圣灵就是神呢。所以我们本身要知道，从这无悖的良心里面，我们要知道信上帝只有一位，不要信那种浮夸。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慢慢有很多的教派出来了，会讲一些让你很迷惑的。这个本身我们要知道，不要用伪装的信心呢。那天加安长了，加黑明长了，三个大咧开讲，黑明讲一句话啊。咱徛伫讲台顶所讲每一句话，伫讲台骹拢爱做会出来。讲台顶讲一套，讲台骹做一套。上帝这边啊，咱会记这样事啊。咱今日所有的，就哥罗西书咧读，就顶礼拜，我伫咱的迄个灵修带导网的迄个幕函里面，我都特别讲，顶礼拜咧读腓立比书吼，既然顶了主持迄个比书，我感觉恁来把握机会啊，真正造就上帝话啊，上帝话我不管是去掉伫你心啊，今日都带了足好诶，今仔做个题目，搁互咱看。咱来三人面啊，三甲来做伙啊，互相来分享上帝话语啊，这真水诶代志啊！这毋是假冒诶信心，毋是虚假诶信心诶。所以上帝讲，你要将一切挂入交在上帝，因为他必看顾你，上帝必顾念你们。这句话我们在念一次的时候，刻在我们的心。来，我们说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，因为他必顾念你们。这就是水无？这个真正听啦，上帝真正顾念恁啦。所以咱有清气的心，爱无愧的良心，爱啥？爱有话的信心啦。一个囡仔，爸爸足够有过身，妈妈伫要过身的时阵，甲这个哥哥讲，哥哥5岁，妹妹3岁尔。讲恁会去送去孤儿院吼，你吼做哥哥的人，你要照顾妹妹嘿。他的妈妈就过世了。他的2个虽然在孤儿院，可是哥哥非常疼妹妹。可是突然有一天，他们发现妹妹整个脸都苍白，就倒下去。上到北医的时阵，医生说，他这个血吼没办法输血，因为恁家有这种遗传的病。然后甲检查，因哥哥讲，你怎么丢讲后丢了，我妈妈上去北医，你已经好了，你很奇怪，你的血液有那种。有那种可以抗病毒的血液耶，所以要从你的血液里面输血给你的妹妹，你的妹妹才会得救。你的妹妹得当救掉啦，爱输你的血啦。那个5岁囡仔听讲，爱抽我的血哦，抽我的血，妹妹就会好哦。好啦，我就抽血啦。然后医生说，看他哥哥就躺着一边抽血。一边掉眼泪，一边抽血，没关系，你们抽，只有我妹妹好就好。你们抽，只有我妹妹好就好。就是抽完之后，那个护士突然看到他妹妹脸开始，本来苍白的脸开始转红色了。护士跟医生讲：“看，有救了，有救了。”然后他哥哥升起来看，妹妹快好了，他好高兴说：“
哦，终于输血到一段落，医生量他的血说：“哎，妹妹的病已经好了。哎呦，谢谢哥哥你的输血哦。”就哥哥转头来看医生说：“医生伯伯，妹妹输血完了，那我大概妹妹已经不会死了吗？我大概什么时候会死？”你如果我输血还会啊吼，啊妹妹挖起来，我唔知当你是死，医生听一段笑出来，讲输血不会死啦，输血是跟他讲去看，你也看药官等一下会帮你打营养液，你不会死，不会死哦，那再继续多输一点，让我妹妹多活一点，我没有了，已经输够了。这在告诉我们什么？这就是一个清洁的心啊。他救他的妹妹完全没有想什么，他就心很单纯的，我能够救妹妹就好，没有亏欠的良心呢。他为了他的妹妹，他情愿牺牲没关系。这个心是什么？没有虚假的，我就真的爱我的妹妹。他去输血的时候，医生没有告诉他说输血不会死诶。伊5岁囡仔是讲我若会已经输血哦，妹妹可能我就会死。总是。上帝真伫这样随时，互咱感觉讲，咱真真正正爱知上帝疼，都是对照生出来，请咱大家来祈祷。望来主啊，小弟我真感谢你，阮知疼是对你来，你疼的源头，有疼就稳定，有稳定就平安，有疼就有喜乐，有喜乐阮就忍耐得到和平。主你真正帮咱照顾阮，阮信心，阮有希望，有疼痛。在信心的中间，阮生出疼；在疼的中间，阮对将来就有盼望。帮助阮每一个人用真正的疼，三个来做伙安尼祈祷，用这所祈祷生命来求，阿门。感谢带着了伊美好的信息。这是咱来回应上帝话，咱来吟圣诗，圣诗522首，因来是够宽容，够有慈悲，请咱起立。咱来吟台语加华语。仁爱是够宽容，搁有慈悲，仁爱袂嫉妒。是袂夸口，袂骄傲，袂做见笑的事，袂求行去的理的，也袂快受气，袂为着人的歹扣分，袂爱不义，只有欢喜真理。凡事吞论，凡事相信，凡事不忘，凡事吞论，凡事着吞论，真爱永远无去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爱是不嫉妒；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。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家的恶，不喜欢亏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。凡事忍耐，凡事要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请坐，
请咱准备心来奉献。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。请坐。下面公道吼，公道进前，咱今日有一位新朋友，我来介绍吼，李小玲姐妹 Christine 吼，伊是迄个晋升执事，也亲友也是要请晋升执事帮咱介绍一下。欢迎欢迎，谢谢，欢迎。安尼下面咱是公道的时间，咱为着身体欠咱的兄弟，甲照顾因的亲人来代祷，恳求上主来同在扶持，行过这艰难的时刻。咱为着两家来代祷，为着宋老师一家吼，宋桂英、江黄明、江怡阳，为着何东丽兄弟因的家族吼，陈宝柳、侯家英、郑天兴、郑天安、侯家雄、廖佩莹、侯允胜，为着因的身心灵的勇壮来代祷。咱本身咱为着咱个人感恩、认罪、祈求，那个代祷的事项，这是咱着一同起立，咱来讲祷。
请咱议员徛咧，咱来吟上迎圣诗第389首《俄勒上帝至权至尊》。吟诗煞，咱请林牧师为咱来祝祷。慈悲的天父，听阮的上帝，主阮用欢喜、感谢来学乐你。但愿你即时赏赐阮大家，望阮对主你的话点伫阮每一个人的心，迎至主伫阮的中间。愿主的话用阮、用听、用祝福来伫大家的身上来得到伊的祝福。阮安尼感谢甲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坐，默祷闭会。下面我来有几项代志，我来报告。咱今日报告进前，咱来背咱即礼拜的金句吼。咱来念台语一届啊，华语咱来读一届。来，咱做伙来。若是改名的宗旨是仁爱，即个仁爱是对清气的心、无责备的良心。甲无假的信生出华语，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。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、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。1章5节。下面下周的圣诞分咱请咱有来准备心。过来今日礼拜后，咱有小组的分享。咱顶礼拜是第一届吼，今日共款吼，咱就做酒组伫4楼，福音组咱伫1楼。咱即礼拜59月23暗时7点半，咱要伫丽霞节因的迄个府上，咱为举行迄个叶文辉长老伊的
对书的礼拜，啊，邀请兄弟来参加吼。啊，地址就伫顶面吼，咱来家己看。啊，过来第4点吼，咱下主日礼拜后迄个妇女团契、妇女甲夫妇团契的聚会，咱邀请蔡玉玲姊妹为咱专题分享，啊，邀请兄弟来踊跃来参与吼。啊个咱10月16日吼，10月16迄礼拜，咱教会是举行野外礼拜，啊个配合迄个咱中会教社部有举办即个净滩活动吼，啊地点是伫咧金山区的中角湾吼，啊所以咱迄礼拜教会无即个所在咱无礼拜，咱就是野外礼拜，啊所以若要迄礼拜咱要参加的人，请咱来报名吼，一个人200块，吼到今日吼，啊咱来请咱就是爱会记哩写伫迄个后壁公布拿迄个报名表的所在。过来咱10月第4季吼，10月到迄个12月圣港的分担表已经有出来吼，啊咱。若有要调整，咱来迄个园长了，咱来调整。啊，本周的新案讲甲头前进度，咱就来家己看。好，安尼报告以上，下面咱就咱会当来互相行平安礼，啊个会当后续来迄个小组分享的分组，谢谢。